頭痛嘅，嚟到中心有物理同職業治療師幫我諮詢同埋檢查，仲可以上埋膝關節炎嘅自我管理課程同強室運動班。依家可以靠對腳四圍去，連車費都慳返啦！原來唔同年紀都有唔同嘅疫苗保護我哋一家大細都接種咗疫苗啦。嚟得呢度梗係為咗健康㗎啦，不過最驚喜嘅係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大家對健康都有一份堅持，仲有埋專業團隊嘅 back up， 血壓個指數都靚仔啲啊！啲人話預防勝於治療，咩叫預防？梗係嚟康健中心啦。就算檢查發現自己有糖尿病都唔使怕，最重要係有姑娘、營養師、藥劑師幫到我。你 ready 未啊？仲唔怕？